其他消息来关心中华邮政的子公司中华快递公司，伫去年7月份的时，因的员工有抗议讲薪水伤低啊，所以有去争取加薪水，尾也冇成功。也毋过即马年尾啊，在想年尾奖金的时，员工发现讲今年的年尾奖金敢若一个月，这是比去年减3万块至5万块，这是引起员工的不满。即马按算要发动罢工，投票的结果有8成3的员工拢赞成罢工。今仔日工会是去行政院的门口抗议，要求公司爱加分1个月半的奖金，若无排除伫过年前，因就要发动罢工。我们大家等的就是这一笔钱，小孩子的学费，还有很多家里的负担、开销什么的。不满绩效奖金只有1个月，中华快递企业工会来到行政院门口抗议，因表示，若公司唔管加发1.5个月绩效奖金，无排除会伫这几天发动罢工。公司规则规定说，年前年终奖金跟绩效奖金是一次发期，这一次他有发1个月。缺了1.5个月，等于是一个人少3到5万，所以说公司是已经违法了。工会表示，2当前争取员工过薪调悬300，但是绩效奖金缩减1万。去年7月发动罢工，才争取到调薪5000块。这阵全台半数以上的经行是靠中华快递服务，若罢工，未少公司的资金可能受到影响。公司是表示，已经发1个月绩效奖金加1个月年终。会再补发绩效奖金的差额。那对于工会的诉求，我们在1月31号会召开董事会来讨论。中华快递是表示，会伫月底召开董事会讨论员工的诉求，可能各补0.5个月以上的绩效奖金，但是工会袂当接受，要求过年前就应该把员工的钱拨落来，若无就会有进一步的行动。记者梁文丽台北仓报道。